来宾、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在著名评弹作家陈灵犀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纪念这位为评弹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评弹作家。陈灵犀先生的30余年孜孜不倦地勤于评弹创作，他的作品多达几百万言，而他本人呢也由此得到了评弹一支笔的美誉。那么今天呢，由上海曲艺家协会举办的陈灵犀先生作品专场演出，不仅是对他的缅怀和纪念，也是对我们后人的一种激励。那好，今天晚上的演出呢，就让我们从长篇弹词《白蛇选曲赏中秋》开始。今朝是中秋佳节，许仙昼夜瓦坊，大致自家家乡所珍，婢女小情，以山堂是往虎区而起。许仙今朝的兴致特别高，难得有这种兴致，你在外头看看，山堂里这种诗，搿么谁叫诗？说起深的上花搿个颜色，深墨绿，浅的地方变青。那岸浪向搿种树木，时日中秋，搿个树叶微微叫有点泛黄色。太奇怪了！但是风一吹，搿个两棵树照样精神对水，迎风摇曳。今朝山堂里向的树摇起舞，扎扎打扮的漂亮，侪是五彩缤纷，使侬搿个有点优越的红光翠色，打扮的有点喜气洋洋。许仙搿个眼光收转来，对家乡看看，也弄不懂。手手又发起搿种排毒养衣下了，太太看不有。哪能金娘标志，边浪向小青青走进去，你倒是看不清爽，我是看得啥了事体哟，了解了千里山堂，金佛心，去高西上行风神，今这里是新风，家在冬雨上，半山推移走一阵，云儿翩翩升，手儿弯弯眼，最终儿举不定，连忙儿转身称，心知是迷小女问娘子，想说非娘子错哎，哪与我许仙今日娘子我们不知是谁来许道，方能的
水的鱼儿遇见神，我是默默找也放不了你白手真得被人奉敬娘子谁被就夫人是哪里话来？对女月上名人身上水送上情，对女妻去得水是啥相亲地居天上啊，地居天上永不分。弹词林冲啊，最早呢是以这个长篇的形式出现在50年代的这个书坛上，是陈灵歇先生呢应蒋月泉先生之约为其编写的。后来呢又改编成了这个中篇，并且留下了这个大量
脍炙人口的名曲名段。那么当时呢，由这个刘天韵先生演唱的《林冲踏雪》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选段还曾经受到过周总理的称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郭玉玲为大家演唱，掌声有请。朔风凛冽吹人迷，大雪纷飞透我孤寒，英雄莫敌早颠沛，搏杀高丘心不甘。虎当野居林，陷害阴寒。扫流里发配刀，长驱到死故土，归途遥千里迢迢，这虚海的冤了仇，后日把问不由得英勇泪浩大的风息意，大雪纷飞，满山冲啊风，大雪也英勇，帽上红啊
天河路，美不知，举目苍凉，一朦胧这茫茫，大地何处去？天海水梦路途中，这须海远水，后生演出的开始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长篇弹词《白蛇中》的选曲《赏中秋》。其实啊，《白蛇中》还有一个选回，也是演员们非常喜欢在会书时演唱的，那就是投书。投书呢是中篇评弹大升堂的第一回。陈灵溪先生啊，在编写过程中呢，考虑到原有的投书啊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于是就在结尾处又加上了一段唱。那么增加了这个富有喜剧色彩的唱段之后呢，不仅更加的幽默生动、妙趣横生，而且呢也使得全剧啊更为丰满了。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两位评弹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王柏英、高美玲老师，有请两位。那么在诸位来听课呢，上有分看见的，因为你两个的基本上像非议出来。所以到诸位们见面的机会啊最少。那么正经这呢，先要向各位来听课，能够好，祝诸位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凡事如意。那么今朝是纪念陈灵溪先生的诞辰100周年。我一定要参加。为什么？因为我到陈灵溪先生呢，想起日家蛮长的，有关系还比较好，所以我一定要参加。那么今这个演出演员当中呢，我年纪顶大，今年97岁。不，79岁，79岁。弄错他的，79岁。我年纪大，你们就是个从火腿精，既定来你痴呆症来的，自个年纪弄不清爽。79，那凭良心讲，口子应该口得出，是吧？那么有两个在生活上个用女那忽悠了人啊。弄得像水套一样啊，这个不介意。我平常辰光豆腐这样子吃，天上生得能香。这个没有的。那么这个人说出笑话，既然呢，在地上子年纪人，上台演出了，把兄弟不好对的，这个精气神中归归不得。所以等下的啊，作些说错了，说的不好呢，也请诸位多多包。
许谁为是苦人的事情，突然到手机，那西江一来里向水库。今朝你村朋友不忙呗呀，去头本阿说王永昌，那么王永昌啥等呀人呢？手机南啊楼家行，大声当下来这个老板，哦，这个姥姥精明满语，在后期可不吝啬，利用有动的等等分量。所以大家在家里下面了后天天看的。现在王永昌拿老兄的风信口吻嘛没考问，还想分来在这里来。老兄关照我虚实啊，包一包出来。我本来是那里想的，进来对那个生意也差不多，四位先生第二浪单。要想上让我去请个预备的先生来嘛，生意好气势的。虚心小辈应用做生意好事，是个努力报出来帮我做生意，好使我一臂之力。别个要努力报出来嘛，是要搞了个几十礼物。我的那个，晚上嘛，一叫人放到水里呀。虚心总归东海去的。这定期水进来，不会当我们斤斤计较，走起生意来波波节节。我的嘞，不吃亏，不吃亏。来这样今也不吃亏。那么会说阿西提诺虚心请进来，大厅拉下几个礼，请各位身体受定。阿西送狗说嘛，王永昌是一开口。来人。什么大人？这个家兄新年是吧？属于进口过噻啊。是。我们南说的是那个了，西湖当那么碰着两个女人了，说个妹子口人了，到底哪上去啊？刚提不来哦，这把说我听听。是。徐熙老师呀，那阿叔不叫我讲，我还要是不能听。为的说我们因为留来要请来阿叔们我搬出来，反正你要举行，少口人了，两个女们也过了，不讲清上了，你不肯让我搬出来，对，寿大人，这句行政之事嘛，真一语难尽。大家请讲。在小学高低。喏。我是清明，三毛几的马，身比西后去问。西湖水开满了神女，我个来绍兴个，想追上去吗？吓得到奇怪的很啊！那还奇怪呢？为落下了放之后雨下，什么子？还是落雨五星火花落来。上次你都第一次听见，要么天狼当飞是蒙住了孩子啊！没水来呢还？回来。我妹子就要回家子，后边来了两家，哇，来两女人是啊，你都来做啥呢？情人方便同时到，我是这样子。
是啊。我们那口里头女人之间小家伶仃坠入不必当们来答应的。真是良心好个，良心好个，根本与谁来难？那这下雨来人光风，哦，江水如吹，清风门呐。吹得清风啼雨雨，我是寄雨雨送家娃，好送他们只为家东他泪流水把用的啥。哦，为失望了这个是。对于到失望的这事，都被是搞大人搞。真是。下季日是最忠贞其真女，是为忠贞其真。怎么来着？苏大人，这来此话说的龙和东西。怎样？跟那西京县怎么看得口中那个谢夫妻啊？这个嘛。懂得。大约为谁叫做面孔比古人啊？苏大人，说哪里话来？像我家娘子呢？那吃太面的那是。我泥娃口里他没有的风雨马，这一位比背不他狗儿子欲把众人来托方与那小亲做为媒，我们当为人亲的了。当呀人亲是啊。再说一个，这个来了。苏大人，为啥子话说进这一口气呢？是要什么？身价比量。那身价不够当，这个当呀神亲嘛，好像他无头之地是啊。那么有谁来难？很来难。那只女高声张口，我披手浪荡进对联，一女都随领手提，为王说言句杂，吃得此恩给奉呀！总要请苏大人打着帮后，小人们出来吧。是俺一桩事体。真是。你说得好。那么，越是家兄心来，不家兄心嘛，这话说还应该打上来的。是。这个你放心，一切都有这话说。那么现在对过来算了。在西江一中。那西江一在里。是啊。哎呦，一在里是要特肥过你那是一个路。一家风后来后。这来么要帮你家兄说差。应该这点来风信我老早我来把子出来。是。那么来提醒啊。如果离了要把这话说老大意思。现在我摆个几十礼物，马上就喊我来摆出来。是。定心啊！都是是懂的。这个我也来一个。你按吃地形了？地形啊，真巧啊！初次大概在吃地形嘛，哪位人抬头一上吧，吃过的脸。吃过的，不是俺这个，真的吃过的脸。不，分吃个来。这张面孔口都吃个，分吃个来。这个这话说分吃地形的啊，你熟悉还有来吃地形。哎呀，这个阿西啊，
西跟到平门北里面，越往那上去北旅馆呢，写出来说个北旅馆呢。我们叫奶奶一次，这当要商量。那当我商量，我中国不得路不能追追，写出来只讲不好哎我。许谁许相公是独有我的想独后期。那么我到来娘干嘛是来忙一次？第一次在我给他们，我想请你吃顿点心。哎呦，我问了，本来好这个当时耍个肚子去，那个弄的啥点心不你吃吃啊？高的也便宜点，吃么也好吃的，拿出来嘛也等样的。那三个一忙日喝了，一忙日不吃吃，写出来好的点多啊！那当我想想。还是想维持那个老的区不够，一个动力口子像蘑菇这样头的，今这样呢都用出两个的，吃几下子好了。那么就往我口去接个两碗30米吧，30米，50米不入味，我有我也欢喜10万的。那么我去接2碗5肉上街，接出来。你要吃光人刚才还吃过呢啊！过上去呢，当然难过了还有啊！还是5月上街2碗1斤，你身上吃光我叫人高。有我说哪个人高是俺不挣钱，吃2碗米他都吃不光了，你不被贴或者现在吃了呀？鬼子里得不吃香啊！在家打工来是把5斤的皮日本丁的皮日本丁。这还没混啊！想想看，弄的啥点心？那么去听这两只哈克王非常待面的啊！那么哈克的心开文人的没谁个？哎呀，去弄的文人来吃了，文人文人的不少，嘎的一句，我要比你啥个样？好人们吃不了实质，肉个嘛不得实质。哎呀，这弄的虎人来吃了。哎呀，那真这么有话也该跟你瓜子啊！我有话用动力呼吸用了大腿浪、大背浪、肮脏嘛，都闻得与鼻子一样。那个那里下面上年下的虎人的肉个人，可面子不走咖喱嘛，这他个啊！那是这他们我干不灵门啊！虎人肉么吃我去的地毛3人点还不？啥意思啊？你新人都里得吃，想吃了一路人不会的，这还没混啊！这等肉个孩子，那么去弄个2-7张，那想吃3个吧？50张错误对不对？你晓得啥？那么起码稳定。这送的马文能到现在2样，现在嘛，只弄的1碗，送的刚找头一个，那50张嘛一趟路，对100张嘛趟路稍微多点，我的菜嘛自家屋里向都生下个，1000吨30嘛，王永昌到水水生气收听来了让口的，50张文人不太太。拿出来没等样，于是啊没错，面上像拉王一人代币，没了。哎呦，像文人的老辈子抓回去，别这么讲50这个像就私送出来的，那2人讲50这文人们私送到冲到冲腾公布，不，吃的辰光再还来收理一次。一个人吃喝是那2人吃哪吃饭？啊是，来有啊，他那吃辰光当收一收，别人告诉吃得落个啦，不吃不什么当不是呀。来一周年的没意思，我娘的谁吃？口里吃几张，我再吃几张，让我高上去了，不会得错开。对，娘的谁吃？来啦。宋大人，来，请。想秀才的大事，怎能派到宋大人？从地心在地下来。宋大人请。来。宋大人谁请？我谁吃在龙江这里？哈，
不说，不说，来请。我们夫妻想别客气，吃吧。我去补菜，一卡卡子3张馄饨。想随着俺去不大好意思，应该敷衍他2声。师傅大人，来一人，一向真爱。哥哥，可你可3张，像你可3张，我可2张，全部5张，一合一来好几点，全部一合一来，这个这要说嘛，托付吧，多不多？来，对了，对，馄饨蛋没好吃，是谁一卡卡子4张？师傅大人，来一人，师傅大人不去看耶。哥哥4张，这那4张人，我们这还1张走啊，不然弄不力气管理。是一张吧，兄弟，晓得您大礼比什么大人可以请进哎？用不着这个，你记得为这你龙肉吧，先当周一吧。来，对，1食，对，馄饨嘛好吃子的，书信那都让我子的，至少一卡卡子5张。师傅大人，来一人。师傅大人今年几岁了？哥哥，要西瓜是5张，可不才能够动呢，可馄饨动自己来。来像那样5张，5张50张不够大，就为帮上面的伢子了。可像那5张嘛，根本我就可以汤吃多，根本难，是这吃的不是弄不力气。根本来本人当然敷衍呀，门生母大人今年几岁？来头上送文的嘛，送文特子，送送我这15岁啊！不，50，弄错这个，对，我要不你手都吃荤不送嘛，这个文人人家是我去，这手上不帅，那么送这么1年娘。刚刚收到30，书信一郎敷衍着，宋大人有几位公啊？30张装这头上一颗一颗牙的。不，可以冲，一个男的2个女的，共中3个，可以冲啊！哦哟，3个人啊，不理知道啊，现在不能再不理是我气着。来呀，宋大人，这个问题浪子不去的，还是啦？哎呀，当然吃盒子了，正当配的吧？对。那么那像个中文人吃不加味的蘸油个人，一路顺风的文人吃无，15来嘛一张不是，非来文人不是为多2张皮子出来。王永昌像个文人的老不得规矩的。其实历史高去当日本人采取啊，觉得等到馄饨吃个水煮开嘛，王永昌也来浪街子。阿西啊，你哪也来浪街西子，你那中困不好哟。你当我都挣10两银子，140只礼物啊！一头里想去打飞的，去当地一股李来药。李老那人多啊，是啦。那么来到李老要所以上，来是杭州发配得来反人续岁续后分啊，是你有娃的阿月，你有我们市里个阿月，你阿是人了呢啊？你是你有娃的阿月，你有我们市里个阿月，哦哟，写出来你要4个人，要4个人。这个2、3要弄得清爽，我背后走哪里去啊？没清爽受得上那个什么？那是你有嘛势力个阿月，我分手出往县城，我不能走混这个东西的。呀，这生命就怪不老的这个你知道李来要讲现在嘛搬出来，让我们弟弟想帮忙，抽进个头地嘛，脱离再应，还有什么呢？接着啥？让阿西们去。宋大人，来一人。像宋大人这种的生涯，定是分身咯。
天门去地里生意，像那门去怎么着？我来抬点口琴给你听听。沈大兵呢，把你来打个几顶高帽子，来碰碰你，让你理由来，让我地里讲走起生意来好补救。来人，苏大人，来门去这话说的的生意嘛，叫龙里东山绵羊是来和尚。哦，那来听下子嘛。下地开战于你继承，开头的生意大美林。是啊，今朝的名分高手，生涯不为差别。来人，你努力想等。老个为我说啥不错的，叫高人不让口一时，用人不让那八鬼门，一人嘛生意始终拉住下，门里弄得浪清清。三个老容不拉思想里，苏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名堂叫吃老本，与哈比老婆我个路来看，说胡杨就是对推的。苏大人，这语是什么意思啊？叫越靠越多啊，真正接三人。你想老婆靠路马进靠，靠一记短腿头，靠一记短腿头，哪得不爱在？哪得不爱在？赢得贵人呢，来相柔无一灵啊！贵人哪一个啊？这贵人不是本人嘛？贵人嘛。谁是那时候嘛？要出现了。来人，来用不着客气啊！那么下辈应用神人下，生意门开样样精，带女你大力帮忙也帮到底。这话属于什么了？都会得带出那个，我要拿那个三生若为公道听，苏大人命中领呀！哎呀呀！王永昌想，这么子嘛打过去，口径嘛推过去，跟理由来呀，顶水晶不离几乎。这是不得里都分别个人啊，不这个两个里，我要吃亏。不得里说你要不恶心，最好嘛是要记得的颜色。你想个老了还要结婚，你要讲灵气之女，拨了随口自用，一点点不跟吃亏，一周你的没原则。来啦，苏大人。王氏现在没啥子，阿爸呢在隔壁地方给你去看看。这大事。这个老爷请。苏大人。去，忙着隔壁来，用不着出大门，叫到边门里向过来，相定到地方给嘛，谁都有个招呼亲戚。地方给像共中有4位先生。一个姓温，一个姓郭，一个姓曲，一个姓周，四家这个姓李起来一大坨，叫温郭曲周。现在听见老板可是有说你们大家要进来起身来。哎呦，东哥！哎呀，永昌爸爸！老板啊！哎呀，东哥！有啊！
四位先生，你都辛苦了。少说的。我来当做教员。你好啊。这个是你家兄的爱徒。许谁许和本，需要被应用。举目大名。那么该抢嘛，非得是去到书记来嘛，然后地里帮他抢忙。没好啊。那么要四位先生，这应这。少说呀，这个老一长，那这四位先生。是。许现在四位先生一个什么路？四位先生是谁的孩子？有礼了。哎呀，够想不够当啊！你为例的。四位先生，请坐。都想来事呢，是。大家生气说不定。王永昌张总理想是我来嘛，你长不么飞飞，手不么多多，你说所长的，记得所长高一，你哪来让口许谁到底该结合本事？许是眼睛追过来，举来不比高等子老想生气什么的。加上你首领之下来，百姓在高浪面孔上里向，为什么许是要做你的？我说那个种凳子上，他是车马女是张房子过来，我总话说，我这个张房子，搿只吹气口口，或者吹气毛毛，车马女要不定性，让我五岁看下子，他不灵。许是在四面嘟噜噜噜口出来，没就晓得，是干话。压在地里像个吹气呀，对两八十的了，他那一毛已经晓得了。一来，许姓人聪明机性来得哈，女人之间呢，压在地里上还有规律。比方讲，来口就是防风，下头被人一杠往外不会错。口令当雨，哎，身体不走来嘛，面孔带高了。许姓做生意里有个特点，两个眼睛真的是高浪口。他是高老年龙宫大省长在里向忙忙说嘛，李总管出自县里在这里。这就哟先生这。口的四位先生眼头的，曲先生，温先生，许谁说然后呢？主人。口上去像老手机啥人都说得了，谁人都。这。还是先辈应该是去讲。跟我还维护。我家做不去。我是绝不高兴啊！没做完。上海看先辈应用委有虚名。内务实际。别个是讲谁浪子。谁浪子。四位先生服务推出，当时许些这位的七的。瞧不起上去，谁那个新农话嘛？叫上外头来一个人，到大省长家的门口进来不进来？离那门口就到那个木塞门，喂，吃了？阿哥呀，帮上口讲，人生要用一代的来，资本500斤不天多啊！你这个从头面顶的乖他们还是说成7、8几台去，别一啥事？俺哥讲不天多，那俺哥讲不天多。是一口没经常不吃，各种他不是来做生意，真是来寻回事。我第一次生意在网上里，哎呀三兄，刚说一声，他是能够周人工哎呀哈，试试看。所以许谁出这个山里在这里？不天多啊，怪得7、8几台点意思。那俺哥讲，不天多，对。一个非人都不去的抓个邻居，身上不非人的来。把谁的大事？刚来，别个了说你门口进来，别弄家不是我来啊，我里向两次了，不管来啥子啊。第二个升到哪子想上人，而且的为这7、8几台去，手中拿的什么东西？房子。可能家都下的天边下的，一样一句话，马快就我只生了孩子，还能给这个下的了，天下的，可是你就用不着天的这个，我不懂的本懂的不胡说不能打理了。已经我只生了孩子，先生，不是不忙来家的啊，因为昨年我发过罪子，我用上用时不在大身上出家，这是为何啊？那你们去常听讲的几人本来听听啊，来到明明还有一个中大医，所以我张胖子在给他来出家，空中4位先生，两了做生意，两了做鸡呀，
那谁是你呀？哎，对对，不最简单的了，那谁是呀？那么农场房子是改不的嘛？你农场房子一弄去把那个长竹廊搞出家，另外的了，然后这样，你另外让这样的呀？你那个问我跟你商量什么事？这样做来话，对我这只要做起这不来娘亲的呀？是啊。那在你当难说。怎么样？你是那娘三名是一家子，我该是一国之兵的眼睛。这样，你还让这样？我现在这样多少辰光这样，只是这样的生意。我要想个就要不吃的，出开的那个房子不得起来了，那么这还等去。我不让来吃，要是过来说当的有嘛？等到谁要搞总是有个这样还，搿就要吃本。那我很伤心，我丢叫我发个字，用上用是不到大声了出家，是安排的，是的。这是大那不大高啊，那边东西。哎，沈兄，是的啊。遇到生养不在一家，沈兄真的不能做人小弟嘛，所以衙门不配应，再请过来跳跳小弟。嚯！搿张最危险。你不是那湖州家是要吃衙门来请过来，把你个泥头起的，说你屋里向一定要吃药个。你我在马上补品来再请过来，还是一样就绝我了，要不自信来。哎呦，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的，这个马补品在说啊，他那个人，谁做的房子，或者哪位名义收开，可能进我一看呀。要看看房子，是呀，对的乖。人家看看两大不的毛，没人家这样做郎中家的啊，看看房子不要紧的啊。哎，看看房子不要紧。三叔，哎，你这个警示呀？我不能进来的。做什么？我发口嘴个这样。我怎么叫他正大身上来？怎么叫遇着他正大身上也来遇着的呀？我反正那个啊，来去得出题啊。哎，你警示呀？哎，警示呀？不，你你稍微公来点，那个来不去想，搿叫尽量进来，那个不要来偷啥子？那个早叫来这个早叫把那么少用上啊，擦流来出吃老豆腐，哦那。是些农场房子再过来一口嘛，沈兄，真心是话。我那认得我个。不然老太太有病啊！你那的谁晓得？只要你娘有毛病呀。房子浪向才小好了，嘿呀，沈兄。哎，像老太太的病嘛，那是风湿作怪。哦。吃了几天又没谁会好的。那时候又讲一定心得嘞。好房子啊，好房子。哦。要对名义收开，人人相配，公婆并荣，好房子。这张房子好的。是啊，沈兄。遇到是有了好房子，一定要有好药材，才能立即供。那我讲得对，个房子很不用上去吃不很毛病的，最多点看药材法是吧？对，你讲得对，你讲。事实是我开抽屉，拿几样家出来，忙正举在廊上一放嘛，沈兄。哎，你来闻闻看，小点的药材，透清香，新鲜肥。哎，我放上去的。啊，闻闻看的。哎，闻闻看，闻闻看。我可以做生意不觉得不得了，这上来闻闻看是不要紧的，来闻闻看，来闻闻看。把人家暖弄出来，分明也不落然是还是的，不是就慢慢好不？好，清香飞，清香，透新鲜。哎，新鲜。沈兄，你家比家有铺中，他都比家有铺莫有小的就在好办，再请过来跳下的。这他妈上头追来追去是，谁给他吃一样的？谁给他一样的，谁给他嘛？是靠不，这是生意做人工。农场房子忙正举在老乡一放，两个家出牙，拿去过凳子来吃呀。许谁为一个本事？这个三个岁的比方讲，红花三岁呀，三岁的吃到凳子上放东放西，谁吃真好？许谁基本功过等啊？平常辰光对业务相当注意，我个服务态度也是好。话到现在我讲起来，劳动部为先进工作才是这矛盾。而是一面吃药，一面来得来敷衍。沈兄，谁要好谁啊？谁要好？是。那3岁呢是还灵光的。这上去总归正好不懂不识。
说你回个了，你不是个弄地上去弄他的弄不年年的了，都让养个。师兄，像我们的水嘛，与凳子差不多的。可这那是俺说那个凳子用不着，这凳子那是客人的身大了。哦，是俺这家从身大越来越大平时。好口才，好口才。你娘吃这个皮啊，一定买的马上去喝。口才，不是听你妹妹讲的，没去。一起去功夫牙擦汗嘛，师兄，好得了。啊，已经好了。是啊。睡觉说皮个，一共53文。这话。53文。能俩弄错？没有呀。不是俺毕业过。53文。啊，5个才过来。哦，毕业个。既然那会这早地方俩5个才过来。今这里的高点毕业了，一喝嘛不喝。哦哟，来。再过来看几看，望真行动里出浪一个都是了。哎，先生，你拿4万多说说。好用手的。哎，做什么事本来2个里。身上严重了啊！下面人中国老了之人嘛，下口心的的。哦，你写东西了是吧？哦，写东西了。是。哎呦，今天碰到这吃红蚂蚁了，你这写东西了。哎呀，先生，来真讲。下口心虚。哦，刚来。谁不敢吃？没大子给他了，别干人的，相遇的很。哎，这次你不来了，这个是他不在白面孔了，这点的官府直接把几台我家，看到那姑娘啊，姑娘，跟马卡满意的不得了，那太后来人往这里让哭呀，我们这不上面还要吃的要吃不香了你嘞。介绍里的不上的也却要是虚心私语的，都是大字结束，听听我的。